骑过去啊？这样吗？也这样。像我那都闹过去像我。闹钟。有。有点闹呀。这个等下就没超没大嘛，等我就不当肉，之前当个那个对劲闹。或者是叫看到人，也得去车库待打人。喂，去这里。叫我看还让你就还能救了你。一个爷拿锅就是鸟就鸟呀，你就鸟我爷。这屁股爷。这个是中国最大的。很多。蒙边的吧？蒙嘞。这样认为啊？
没上路，没下路。谁能放过来嘞？哎，给下面点打呀！这，看你干啥嘛？我被它咬了！别上回说了我讲，然后我说了那个呀，不要的。那你那我，那个扔开到走，那这个你个去的哇，别闹人多嘞，真的。啥状态？这样。
谁也不烈焰，有谁那个还严。我天啊，爷爷，背对对对。